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第12页呢，就是后半段，就讲到了非量的觉知。那提到说呢，非量的觉知呢，它可以分为5种，就是在觉知、颠倒知、犹豫、视察意象，还有显而未定呢这5种。那这5个里面呢，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到在觉知。那在觉知的性象呢，就讲到说了解已经了解的明了，那就是以我们心类学内容来说的话呢，就是通达，所以通达。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在觉知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最后面呢，通达所以通达的这个了知或是觉知呢，就显示出了就是在觉知它的体性。它的体性呢，就是色法、心法还有心不相应行法里面呢3种里面的心法。所以呢，最后面的觉知呢，讲述它的体性呢是属于心法的体性。那前面呢，就是通达所以通达呢，讲的呢就是在觉知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在觉知呢，它是能够通达境的，但是呢，它通达境的方式呢，是心通达的吗？那就回答说呢，并不是。它通达境的方式呢，是通达之前所已通达过的。就是说，在通达境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心通达、最初通达，那一种呢是通达，就是已经通达过的，就是已经了解的内容。那它是属于呢后者，就是通达所以通达。所以在性象里面呢，就显示出了在觉知的2个条件，一个呢就是它的体性呢一定要是心法，那第二个呢就讲说它的作用呢是通达所以通达。那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讲到说，在觉知的性象呢，就是可以显现出它的体性以及作用。那在讲到说呢，就是通达所以通达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前面量的性象。那量的性象呢，是讲到说心不欺狂的了知。那我们在解释心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它除了是心通达或是最初通达之外呢，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它并非呢通达所以通达。它是由智力通达，由这个智力通达呢来表示说心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讲述到量的性象的时候呢，心不欺狂了知的这个心智呢，它所显现的呢是由它能够透由智力去通达，而不是透由其他了知通达之后呢，它再去通达，它再去了解这个境，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如同我们在了解量的性上呢，讲到心不欺狂的了知的心的意思呢，是代表智力通达一样。那这里呢，在讲述到在觉知的性上呢，提到说通达所以通达。那通达所以通达，它所代表的意思呢，是仅仅代表的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嘛。那虽然说这样解释也可以，但是它最主要意思呢是讲，并不仅仅表示到说它是通达自己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因为呢是透由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的缘故呢，所以它并非呢是由智力通达。那这个呢才是通达引申自己前量，所以通达最主要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它是由他力而通的，它是透由自知前量之力而通达，而非智力通达。所以呢，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像是直清眼知的第一刹那，还有直清眼知的第二刹那。虽然说直清眼知的第一刹那呢，跟第二刹那，它都是能够通达清色，但是呢，他们在通达的时候呢，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直清眼知的第一刹那呢，它在通达清色的时候呢，它是心通达，它是最初通达。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它并非呢就是通达引申自知前量，所以通达。因为呢，它是由智力呢去通达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说，直清眼知的第一刹那是亮，它对什么而言是亮呢？它对青色而言是亮。那同样的呢，直清眼知的第二刹那呢，它是在觉知，它是对谁而言是在觉知呢？它对青色而言呢是在觉知。为什么呢？因为它对青色来说呢，它是通达所以通达，它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也就是引申自己的前量呢，也就是直清眼知的第一刹那，它是通达直清眼知第一刹那所以通达的非量的了知。所以呢，它在通达的时候，它和直清眼知第一刹那并不一样，它并不是透由智力而通达，它是需要观待的直清眼知呢去通达青色的力量呢，而在通达的缘故，所以呢，它叫做通达引申自之前量呢，所以通达。所以虽然说两者都是通达青色，但是一者对量而言呢是量，一者对
一者对青色而言呢是量，一者呢对在觉知而言呢是量。那差别呢就在一个是在于第一刹那的直心眼知呢，它是透由自己的力量呢而通达青色，但是呢第二刹那呢，它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也就是呢通达直心眼知第一刹那之力呢而通达。所以呢，这里在讲述到在觉知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引申自知前量呢，所以通达。那引申自知前量所以通达的这个了知呢，称之为是在觉知。那也就是表示到说呢，它透由呢前量所以通达之力呢而去通达，所以它并不是呢透由智力去通达。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为什么不会只安利呢通达所以通达，而是要安利通达所以通达的了知。那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普特伽罗，因为无论说呢，像是通达的量也好，或是通达的在觉知也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能够通达尽的了知呢，就是要么就是量，要么呢就是在觉知，因为这两者呢是通達的了知。虽然說呢視察義呢也會講到通達，但是我們會講到說視察義的通達呢並不是真正的通達，所以真正屬於通達的了知呢就只有量和在覺知。那只要是量和在覺知的話呢，它一定是有能夠存在它心緒的這個普特伽羅。那所以當普特伽羅的心緒呢具備了在覺知的時候呢，這個普特伽羅它同樣呢也是通達，所以通達。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加上了知的緣故。那當然這裡我們所講的呢是指假有的普特伽羅，因為實有的普特伽羅呢你是可以安利呢是有在覺知的這一份，但是呢假有的普特伽羅呢它就一定是屬於心不相應刑法嘛。那所以我們一般在講說普特伽羅的心緒呢具備了什麼樣的了知的時候呢，一定是指說假有的普特伽羅。這個假有的普特伽羅呢它的心緒具備在覺知的時候呢，那同樣我們會說這個普特伽羅呢它也是通達所以通達，因為它也是透由它之前的這個量呢而去通達，所以普特伽羅呢這個假有的普特伽羅它也是通達所以通達，但是普特伽羅的體性呢並不是了知覺知的緣故，所以我們並不會說這個普特伽羅呢它是在覺知，所以才說在覺知的性相後面呢要加上了知或是覺知的原因呢就在這裡，就是為了去除呢假有的普特伽羅呢是在覺知的這一點。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看到在覺知呢還有能夠分為就是第一個呢分別在覺知，以及第二個呢無分別的在覺知。那在覺知呢它能夠分為就是分別在覺知還有無分別在覺知呢，這個呢是可以透由理路呢來成立的，就如同說我們一開始呢在講述到了知的時候呢會提到說了知呢它又分為就是分別知還有無分別知。那為什麼要分為分別知還有無分別知這兩種呢？因為就講到說呢我們在了知在顯現境的時候呢有兩種顯現方式，一種呢就是觀待的共相，或者說摻雜異共相呢而顯現境的方式。那另外一種呢就是不用觀待的異共相能夠直接顯現，就像我們的眼睛呢看到瓶子這種顯現的方式，它是不需要透過形象，它是能夠呢直接現起瓶子的。那另外一種呢就是要需要觀待的異共相，就像是呢我們在想到昨天的瓶子也好，或是柱子也好，或者說呢在家裡呢想到辦公室，或者說想到餐廳也好，那我們坐在房間裡面呢想到辦公室，想到餐廳，或是想到昨天的這些種種的景象的時候呢，那一定要呢透由的形象呢才能夠現起，因為這些東西並不在我們的眼前嘛，我們要想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定要透由形象才能夠顯現，所以呢透由形象才能夠顯現，也是摻雜異共相才能夠顯現的呢就是分別知，那不需要的呢就是無分別知。所以透由這個理由呢我們也可以知道說呢在覺知呢它就是可以透由摻雜異共相而顯現的分別在覺知，以及呢不需要摻雜異共相能夠直接顯現的呢無分別的在覺知兩者。所以呢這邊呢在講到在覺知呢它可以分為分別在覺知還有無分別在覺知呢，就提到說通達引申自己的前量呢所以通達。那講到說所以通達呢就是這個前量呢它已經通達的緣故，所以叫做所以通達。那這個所以在覺知呢講到說通達引申自之前量呢所以通達就是已經通達過的呢，那同樣所以通達還可以分為兩種。那第一種呢
就是假如说像是比度的第二刹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比度的第二刹那呢都是在觉知，那比度的第二刹那之后呢，它因为是分别知的缘故，所以它在通达境的时候呢，它也是要观待的形象，因为第一刹那呢要观待形象才能够通达，所以第二形象呢它是通达自知前量呢，所以通达，所以它在通达的时候，它同样呢要在观待的形象去通达的缘故呢，所以比度的第二刹那呢是属于分别的在觉知。那第二种呢，就是无分别的在觉知，那就像是我们的五种根知，像是眼根知、耳根知、鼻根知等等呢，这五种根知的第二刹那呢，那同样它在显现境的时候呢，它是不需要掺杂着异共相，它可以直接呢显现它的境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属于无分别的在觉知。所以虽然呢都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呢，所以通达。那它在所通达的方式呢，同样呢也分为就是掺杂异共相的分别在觉知，以及呢不掺杂异共相的呢无分别在觉知两者。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开始举例到说呢，那什么是分别的在觉知呢？那就讲说，由执清跟现前呢所引申之意念清澈的意念知，还有呢，了解身世无常的第二刹那的比量。所以第一个呢，分别的在觉知呢，那这边呢就先讲到第一个，就是由执心跟现前呢所引申之意念清澈的意念知。那这个它为什么是在觉知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说意念清澈的意念知，就讲到说意念知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去花园看花的时候呢，那我们在看花，就是看花一定是用我们的五根知去看的嘛，由我们的眼知去看。那眼知在看花的当下呢，我们并不会升起所谓的意念知，意念知一定不是在当下产生的，它一定是前面已经有看过之后，那离开以后呢，我们才会升起这样子的意念知，就是一定要先有前面的一个了知，它要有一个引申自己的前量。有了这个引申自己的前量之后呢，它之后才会产生所谓的意念知。那举例来说，就像我们去花园看花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蓝色的花，然后在看的当下呢，会觉得说这个花很漂亮。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会现起呢，就是意念青色花朵的这个意念知。那意念青色花朵的这个意念知呢，就意念蓝色这个花的意念知呢，它是能够通达这个蓝色的花。为什么能够通达蓝色的花呢？因为这个它所意念的这个蓝色的花呢，是如同它意念般呢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意念蓝色花的这个意念知，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就是由直青之前我们在花园里面看花的这个直青的这个眼知呢所引申的。所以呢，它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它的前量呢，就是在看花蓝色花那个时候的根线前，后由这个根线前呢，所以通达，然后还有通达了这个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的缘故呢，所以由直青根线前所引申的意念青色的意念知呢，它是分别的在觉知，也就是呢，能够产生这个在觉知呢，是透由这个直青根线前之力呢而产生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想要说了解身世无常的第二刹那的这个比度呢，那它呢是在觉知，它为什么是在觉知呢？它跟前面直青跟现前呢所引申意念青色的意念知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呢，第一个呢由直青跟现前呢所产生意念青色的这个意念知呢，它是透由领纳之力呢而产生通达所以通达的这个力量。的一个了知，它是透由领纳之力呢，透由跟现前的领纳之力呢而生的通达，所以通达的这个了知。但是呢，了解身世无常第二刹那的这个比度呢，它的通达方式呢和前面这个由领纳之力而生的通达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它的通达方式呢比较就像是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一样。因为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呢，它是如何升起呢？就是第一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呢，它是如何通达色的时候呢？第二刹那它通达色的方式呢，是如同第一刹那通达色的方式呢，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它在通达的时候呢，是透由引申自己的前量，也就是第一刹那通达之力呢而通达。所以同样的呢，身世无常通达身世无常第二刹那的这个比度呢，它在通达身世无常的时候呢，就如同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是一样的，它是第一刹那的
第一刹那的就是通达生死无常的这个比度，它是如何通达生死无常的方式呢？他们通达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它是透由前量之力而通达，就是它并不是透由智力去通达，但是呢，它也是透由理由呢去通达生死无常的，所以它这种通达方式和透由领纳之力而去升起的这个意念之的通达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讲说到分别在觉知的时候呢，为什么要举两个不同的例子呢？就是提到由执清跟现前所引申的意念青色的这个意念知，还有了解生死无常第二刹那的比度呢，最主要呢，也就是讲到说，一者呢，就是前面这一个呢，第一个所讲述的呢，它是由现前领纳之力呢而去意念，但是第二个呢，虽然说它也是分别的在觉知，但是呢，它并不是透由现前领纳之力呢而去意念的方式现起的在觉知，它是透由掺杂，一开始就是透由掺杂异共相的方式呢而产生的就是第二刹那的这个比度。所以为什么要讲出这两种不同的在觉知呢？就是分别在觉知为什么要分为这两种不同的呢？也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因为了知它本身呢就分为分别知以及无分别知的缘故，所以在产生分别的在觉知的时候呢，一种呢是透由无分别知，也就是现前领纳之力呢而产生的意念知，它就是透由现前的能力呢所产生的这种分别在觉知。那第二种呢是本身它的第一刹那呢就已经掺杂着异共相，它并非由现前领纳之力而意念，它是一开始就是掺杂异共相的方式呢而去通达它的境的缘故。所以在讲出分别在觉知的时候呢，就是透由分别呢所引申的分别在觉知，以及透由无分别呢所引申的分别在觉知呢这两种。那同样的呢，就是在接下来呢，假如说无分别的在觉知，那无分别的在觉知呢，就是提到说，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那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呢，它就像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就是因为第一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呢，它是由现前的领纳之力呢而通达。那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它同样呢也是由现前领纳之力而通达，只不过呢，所引申能够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呢，也就是第一刹那的直射跟现前。那这个第一刹那直射跟现前呢，它本身呢是由领纳之力而通达。那它第二刹那呢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呢，它同样呢也是透由现前领纳之力呢而通达的缘故呢，所以两者都是由领纳之力而通达的缘故，所以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呢，它也是在觉知。我们就讲到说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呢，它是在觉知。那它是在觉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它通达了呢，就是引申自己的第一刹那之力呢而通达，或者说呢是透由引申自己的前量呢，所以通达。那如果说呢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想请问各位，那比如说呢，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呢，它所通达的事物呢，是第一刹那的直射跟现前所以通达的吗？那如果说是的话呢，那就想请问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承许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呢，它所通达的事物呢是第一刹那呢所以通达的话呢，那就想请问各位，第一刹那并没有办法通达啊，因为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它所通达的事物呢，在第一刹那的直射跟现前的时候还没有升起。那既然是在第一刹那的直射跟现前的时候还没有升起的话，那第一刹那的直射跟现前如何去通达呢？人们这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把眼知呢话呢，那在第一个刹那呢，他所见得的这个事物的时候呢，那他在见他第一刹那的眼知所见到的这个事物呢，第二刹那的眼知这个时候还没有升起嘛，所以第二刹那的眼知呢，在见到他的事物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刹那的眼知，他所见到的呢，在第二刹那的时候，第二刹那所见到的这个东西，在第一刹那的时候还没有升起，因为对他第一刹那来说是未来式嘛，所以第二刹那的眼知所见的事物，在第一刹那的时候是尚未升起的，因为他那个时候第二刹那的这个事物还没有产生啊。
所以人们说，如果呢你也承许说，就是第二刹那所见的这个事物呢，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是不存在的嘛，因为还没有产生。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能够承许第二刹那的直色跟现前，它是在觉知呢？因为它所通达的东西，在第一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并没有办法通达啊。所以这边所要问的问题呢，就讲到说，就像是第二刹那的直色跟现前呢，我们说它是通达引申自之前量，所以通达。那这个就是这边讲说呢，它并非通达引申自之前量，所以通达，因为它所通达第二刹那的这个事物呢，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尚未通达，因为第一刹那没有办法通达，在它这个时候不存在的这个物品嘛，所以如何说它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人们先说呢，这个呢是有一个回答的方式，但是呢，在这个如何回答呢，人们先说他暂时呢就先不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呢就是可以做一个思维。那这边呢，就是有写到呢，就是第一刹那的眼知呢，对第一刹那的境；第二刹那的眼知呢，对第二刹那的境；第三刹那的眼知呢，对第三刹那的境。那人们切说呢，如果说这样子写的话呢，那我们还是一样是可以提出疑问的。那人们先说呢，他要开始提问了，就是说，如果说第一刹那的眼知呢，他所对到的是第一刹那的境，就以我们现在来讲的，第一刹那的实色跟现前呢，它是对到第一刹那的色，那第二刹那的实色跟现前呢，它是对到第二刹那的色。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人们呢，他说，那问题呢就来了，因为呢，我们现在所引用的呢是经部中，或者是一切有部好了，无论是一切有部或是经部中呢，它都是承许外境的。既然是承许外境的话呢，它就是承许呢色和直色眼知二者呢，它是直相异的。所以呢，会承许呢色呢是直色眼知的所缘缘，也就是呢色呢它要是直色眼知的因。所以呢，如果说既然一切有部和经部中呢，承许色是直色眼知的因的话呢，那色呢会先产生，所以在产生直色眼知的时候呢，直色眼知第一刹那产生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色呢，并非是第一刹那的色，而是呢第二刹那的色，因为呢它已经是色的这个果了嘛，所以我们要承许呢。第一刹那所产生的直色眼知所看到的色呢，是第二刹那的色，因为第一刹那的色呢，会成为它的所缘缘，也就是它的因。如果说第一刹那的眼根知看到的是前一刹那的，比如说植花的眼根是第一刹那的眼根知看到的是前一刹那这个朵花的境，第二刹那的眼根知看到的是第一刹那眼根知升起的时候所升起的那个花的境。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就是每一刹那这朵花的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应的那个眼根知，每一刹那对应的眼根知也应该是应该是新的量，这应该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所以说这样子来解释的话，我们应该不能说就是说第二刹那的眼根知通达的是第一刹那眼根知所通达的境，而要说第一刹那的眼根知所通达的这朵花呢，会它的通达这朵花的这个力量，会让第二刹那它就是也通达的是这个花这个境，而不是说通达第一刹那的这个花。第一刹那的这个眼根知所通达的境，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就是第二刹那的眼根知通达第一刹那眼根知所通达的境，而要说由于第一刹那的眼根知所通达的境的这个力量，使得第二刹那的眼根知也能通达这朵花。人们界说呢，就是你这样回答呢，就一般来说这样回答是没有错的。那不过人们界再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那想请问呢，对蓝色是亮的话呢，它是否就是亮？那人们界的意思呢，就想要说，就是你现在呢所做的区别呢，就想要说，
我们在讨论是否为在觉知的时候呢，是指到说，就是说，因为第二刹那的眼知，或者说第三刹那的眼知呢，它是在觉知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对于色，或者说对于蓝色呢是在觉知。因为第一刹那已经通达之后呢，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呢，它都是依着前一刹那之力呢，就是对着这个蓝色而言呢，对这个蓝色而言，它是在觉知嘛。所以对于说为什么第二刹那的眼知是在觉知呢？因为它对于蓝色呢是在觉知，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人们就想请问，就是说，那如果说它是否为在觉知呢？是看他说他对于这个镜呢是否是在觉知。那同样的，如果说他对于这个镜呢，就是对于蓝色是亮的话呢，它是否就一定会是亮？就人们就说，就讲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说我们会讲说第二刹那的直色眼知，它为什么是在觉知呢？就是因为最简单原因，就是因为它对于色是在觉知嘛，对不对？所以呢，第二刹那眼知它是在觉知的原因呢，是因为说它对于色呢是在觉知，所以对色是在觉知的话呢，它就是在觉知吗？那如果说对于蓝色是在觉知，就要是在觉知的话呢，那同样的对蓝色是亮的话呢，它就要是亮嘛，对吧？所以对于蓝色是亮的话呢，它就要是亮的话呢，那对于蓝色第一刹那是亮的话呢，它是否也要是亮？那如果说对于蓝色第二刹那是亮的话呢，它是否要是亮？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办法承许这边所安立的第二刹那的直色根线权它是亮了，它是在觉知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刹那的直色根线权呢，它对于色的第二刹那是亮了。所以人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对于在觉知有一个概约的了解之后，人们现在才提出这个问题嘛。那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你回答的呢，反而是说哦，因为它不是新的缘故，所以人们现在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你反而是把就是我们所要成立的这个原因直接拿出来做讲解，并不是这样去做理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理由嘛，在陈述每件事的时候，要透有理由呢去陈述。就像是我们在问说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它就是无常嘛。那这样子就变成说没有很明确的回答到这个问题，这样。人们其实说最主要呢，就是透由这样子的提问呢，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升起一些疑惑。那升起疑惑之后呢，就可以多去做思维。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非量的了知的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是颠倒知。那颠倒知呢，有就是颠倒去路的这个了知呢，称之为是颠倒知。那前面所讲到的呢，就是量还有在觉知呢，它都是非颠倒去路的这个了知。那所谓呢，颠倒去路的这个了知呢，所指的呢，就是它所去路的呢是错误的，是颠倒的。比如说呢，瓶子呢是存在的，但是呢，它在去路的时候呢，把存在的瓶子呢指为不存在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颠倒的了知。那所以同样的呢，在讲述到颠倒知的时候呢，又提到说颠倒知呢，它又分为就是分别的颠倒知，还有无分别的颠倒知。那同样呢，它都是有能够成立的理路，就是如同前面所讲到的，就是我们把了知呢分为就是能够一定要掺杂着异共相所显现的呢，称之为是分别知。那不需观待异共相所显现的呢，叫做无分别知。那同样呢，分别知呢要掺杂异共相所显现的分别知里面呢，如果说如同它所显现般呢，就是存在的话呢，那它就不是呢，就是颠倒知。如果说它如同显现般呢不存在的话呢，那它就是属于分别的颠倒知。那在分别的颠倒知里面呢，我们会讲到说这个颠倒知呢，它就是非服顺义的了知。为什么叫做非服顺义呢？因为呢，它所显现的呢，跟真实的相状不服顺的缘故呢，所以叫做不服顺、非服顺义的这个了知。所以分别的颠倒知呢，它就是非服顺义的分别知。那如果呢，它所显现的呢，如同显现一般存在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非分别的颠倒知，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服顺义的分别知。
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分别的颠倒之呢，就像是支持呢声音市场的这个分别之，就是说这个分别之呢，它所支持的呢声音市场这一点呢，它所支持的呢，并不如同于真实相状一般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颠倒之。所以支持真市场的这个分别之呢，它是非符顺义的分别之。所以非符顺义的分别之呢，它和分别颠倒之二者呢是同义的。那符顺义的分别之呢，它和非颠倒的分别二者呢是同义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无分别的颠倒之呢，就想要说，就是一个月亮呢现为两个月亮的根支，还有呢将雪山现为蓝色的这个根支呢，是属于无分别的颠倒之。也就是呢，我们讲到说，把一个月亮呢把一月现为二月呢，这边指的一月现为二月，并不讲说一年里面12个月的，这个讲说天上的这个月亮，因为月亮本身只有一个嘛，但是我们的眼睛呢，在显现月亮的时候呢，把一个月亮呢显现为两个月亮，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无分别的颠倒之，就是它在显现月亮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掺杂的异共相，但是呢，它所显现的呢，就是不符顺于事实，因为事实呢只有一个月亮，但是你把一个月亮呢现为两个月亮，所以你所显现的不符顺于事实的缘故呢，所以是无分别的颠倒之。那同样的呢，雪山呢现为蓝色的这个根支呢也是一样的，因为雪山呢它并不是蓝色的，但是呢你把你所显现的这个蓝色雪山呢它并不存在，所以呢你所显现不符顺于事实的缘故呢，然后加上你所显现又是不需要关带异共相的缘故，所以是无分别的颠倒之。所以第一个呢，其实声音是长的这个分别呢，它本身呢所显现的呢是错误的。那所显现是错误之外呢，它所支持的是错误的之外呢，它又需关带的异共相。所以呢，它是属于分别的颠倒之。那一个月亮现为两个月亮的根支，或者说显现蓝色雪山的根支呢，它所显现的呢，如同它所显现一般不存在，而且呢，它又不需关带异共相，所以它是属于无分别的颠倒之。